啊，太上去记得倒面啊，真正的。很有创意啊！七仙女八仙呐，象征八仙呐，象征八仙，象征八对，
โอ้โหโอ้โหโอ้โหเฮ้ยครับโอ้โหโอ้โหโอ้โหโอ้เยอะเยอะโอ้หลังมือโอ้呀，哇，蒙古的哦，哦，赞赞赞，哦，蒙古大汉堡，哦，蒙古大汉堡，嘿嘿，蒙古大汉堡，哦，nice nice nice, welcome to, oh, welcome to Thailand, sini, ha ha, oh, oh. Ah, welcome to Thailand. Seeing you. Oh, nice to see you. Ah, oh, oh, sana. Oh, very good. Oh, nice. Oh, beautiful. Handsome. Oh, very handsome. Oh. 我刚刚，哈哈哈哈，哎，哈哈，嘿嘿，你要看什么？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对对对。好好好。哎，哦吼，那这对，好，那这样来看，哦，好好好。哦哦。
去了哦。好热啊！日本拍完了。来，你看，nice nice 哦，welcome welcome，哦，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beautiful very beautiful， 哇，very beautiful 啊，哦，very beautiful， 哇，welcome welcome， 哦，welcome welcome， 哈哈，哦。哦，来来。哦，赞赞赞！哇，very good very good。哦哦。那对了，那说不要。哦，哦，赞赞赞！哦，maganda maganda。哦哦。Hei, bekantan bekantan, bekantan bekantan ah, bekantan bekantan ah, 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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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它整个风车那里哦，还有那个旅游的。哎，有。哦，彩街啦，彩街到民权路。好多人，好多人走。民权路、三民路这边好多人，光看日本、泰国很漂亮，还有意大利的骑队的表演。哦，现在我们南宁力中心就近了。哦。
哦，哦，赞了。可是这样子回去再来就没有位置了啊。现在这样位置比较，但是我们的位置那个方法没找回来啊。那谁丢的？这谁丢的？那谁丢的糖果？那谁丢的糖果？你有看到谁丢吗？嘿嘿，你呀你呀。哈哈，那是谁丢的糖果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哦呦，还要合照哦！哦，好快乐，好快乐，还要合照。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资料的？嗯。会不会是他们亲自的？哦，要往南宁丽都新前进了，哈哈。嘿，嗯。哎，还有这种脚踏车，真是，嘿嘿，真特殊，带小朋友的。哦要，哦，民众要往南宁丽都新那边去了，这边前进就可以到南宁丽都新了。哈哈。南宁丽都新啊！哎呦呦，旗子不要踩到！哎呦，不要踩到旗子！哦哦哦！鱼都没了，那谁呀那呀？哦，你那鱼都没。哦哦哦哦哦！啊，这边6點啊你。这始终无去，我见到我见哦，好多民众，好多民众要往南宁丽都新了，往南宁丽都新前进了，站，好，意大利的鸡盾，超级欢哦，精彩，要多吃素，多吃肉，多吃素，多吃肉，我请小朋友也很喜欢看，小朋友很多都知道了，新家大店，
哦，很多人，聚集了很多人，男女力推出的人气呢。哦，这个地方要这个点，这边都看看。采接活动，采接活动都快到4点半开始，到了文化中心这边已经快6点。哦，意大利的，对，意大利的，意大利抛起，抛起了，还。还有国际民俗艺术节，好多民众在观看。这个男女力都先前进了。采接活动从4点半就开始。中正路，然后中山路，然后又回到中正路，到先经过文化中心这边了。民众踊跃啊！没有以前就有很多民众都踊跃。很有创意的，像那个蜈蚣阵啊，要进入南美丽都新那边。很有创意呢，这谁想出来的啦？就学那个蜈蚣阵啊，学那个蜈蚣阵啊，这8个穿古代服装的，就好像8仙啊，8仙子。蜈蚣阵的8仙子，很有创意啊！很有创意啊！还有国际民俗艺术主挂在前面，还有穿古装的嘞哦，很特殊的嘞，穿的古装还很特殊啊！主要我要去找那个，我还以为是8仙打扮的嘞，真的是8仙吗？好像是布袋戏人物的装扮呢。哎呀，很特殊，很特殊。好有创意哦！好赞啊！好棒哦！谁想出来的啊？这个很有创意啊！你现在吹，你那边学那个蜈蚣阵、8仙阵啊，8位人呢，还要化妆成古人啊，赞！棒！这谁想出来的啊？很有创意啊！这是谁创造出来的？哎呀，看不简单啊！
公正的意思的，对了。你看前面那蜈蚣的那个2根须啊，哈哈哈，上面做古代的人啊，古代的神仙啊，他们穿那个布袋戏啊，化妆成鬼人，做了8位吧，8个位置嘛，哈，嘿嘿，很有创意，哈哈，很有创意啊，哈哈，很有创意，很有创意。晚上7点半哦，开幕典礼。哦，看，人家准备啊，电都冇电啊，冇落冇到落嘅，人家通电。要回家赶快充电，不然没电。晚上精彩的开幕典礼。准备电池啊，准备电池充电。原来的，看韩国表演店，很近吗？啊？哦，我走到那边了。他从北边进来呢。哦，对的，北边才有地方。从北边进来。哦，一次推2台哦，要搞。哦，你看表演的退伍了。哈哈哈。哦。哦，在日本的打鼓的太鼓队。哦，好棒哦！哇，都已经做了这么多了，做了八成，已经做了8成了嘞。未6點就8點係啊，他7點半晚上7點半才開始，有的還沒有1點6。哦，啊哪那直接去掛飛機了？我們叫伊嚟歸卡。我們到飛機了。哦，海街活動的要到那個中正路，要到明治路了。意大利的旗隊了，哦，要到明治路了。哦，到实践堂那边了。这里南宁丽都新，然后旗队的经过实践堂那边，那要到经过县立会那边，然后要到进去那个国际院55块，进入南宁55块那边。哦哦哦哦哦哦哦！街好凍嘅，哦，街好凍咯，Oh,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Very good. Thank you. 来到县议会这边呢，8角路这边，然后前方左边进去就是南宁丽都新表演舞台，晚上7点半开幕典礼，
开幕典礼，彩街活动明天在台南市府城中西区。欢迎订阅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